早安，欢迎收看今日7月16日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开始来关心日本关乎咱台湾第3批的 AZ 预防车有97万吨，昨下晡已经送到位。指挥官陈时中有亲身去机场接，嘛向日本说道谢。陈时中是表示，日本关乎咱台湾的 AZ 预防车，即马已经计供有334万吨。另外，咱家己买预防车 AZ 的部分有56万吨，甲莫德纳35万吨，昨下晡嘛有到货。日本三度关检台湾 AZ 疫苗97万吨，昨下昼由日本航空班机运到桃园机场，指挥官陈时中亲自去桃园机场接机。虽然是334万剂，那一剂基本上都可以打到1.07到1.10，所以几乎可以打到360万人，代表了15%的人口涵盖率。那对我们的防疫的帮助是非常的大。另外，咱国家伫买的莫德纳疫苗，大约35万吨，伫前一天暗时12点左右为卢森堡起飞，也伫昨下昼晚4点左右由华航飞机运到台湾。家己买的加上日本正送，昨下拢总188万吨新冠疫苗运到台湾。为3月初3第一批家己买的 AZ 疫苗11.7万吨运到台湾了后，到7月15，台湾境内疫苗数量包括家己买的科菲斯平台分发，甲美国、日本正送。国内目前新冠疫苗购货量累计已经超过890万吨。不过最近传出泰国受到 Delta 病毒影响，确诊病例数增加，泰国政府考虑限制出口 AZ 疫苗，增加国内疫苗供应量，恐惊冲击台湾未来疫苗购货量。台湾自购了1000万剂疫苗，除了在第一批那11.7万是从韩国这边送过来，其他的在合约上面都是由泰国厂制造。我们也跟 AZ 的这个公司联系，那来掌握这些状况。另外，鸿海集团永联基金会台积电买的1000万吨 BNT 疫苗，预计9月底来台。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也伫发说会上头一摆强调，这摆成功买 BNT 疫苗采用商业模式，并无受到政治的干扰。杨正贤表示，主计专案最近若有好消息，也会随向外界报告。佮表示，当咧建议今年增购莫德纳疫苗，明年后年也要采购3000万吨次世代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昨咱台湾有收到188万吨的预防车，小数嘛派人去机场点货，甲预防车赶紧送去低温的仓库。昨昏送到咱台湾的预防车，计共有5个配合4款号机，每一个配合拢会抽600吨出来做样本，摕去石油署的国家实验室化验。石油署是表示讲，检验若是合格，就会量早互这5批预防车交互疾管署安排注射的代志。来关心斯洛伐克为着要感谢咱台湾进行伫疫情管教期间有关70万的催安福音，嘛决定讲要捐1万吨预防车予咱台湾。斯洛伐克是伫立陶宛了后第2个要捐预防车予咱台湾的欧盟成员国。去年因的国家疫情是真热力，咱台湾不管是中央也是地方，拢有捐催安福音是感觉真甘心。咱台湾即阵出现本土病例、本土疫情，斯洛伐克嘛决定要捐预防车予咱台湾。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日本、美国、立陶宛甲斯洛伐克这国家有捐预防车予咱台湾。来关心目前咱国内是无法度无共牌子的预防车南列住，因为政府还未开放。不过最近伫中部有人黑白来，甲做过 AZ 预防车的时段，安怎去做莫德纳预防车？调查嘛发现讲，已经有掠着5个人安尼死做啊！因为注射站无甲健保连线，所以台中即马赶紧的补破网买设备，嘛呼吁民众毋通摕家己的身体来做试验。台湾还无开放做2支无同款的新冠疫苗，暗过台中煞传出做 AZ 疫苗6大人，各位隐瞒做的黄卡，或者是立条健保卡点源的注记大纸，然后近日起货疫苗注射站顺利做莫德纳做第2支。台中市卫生局证实至少有5个个案。想要闯关的其实不止5例哈，他闯关成功，我们去查询他的系统里面，他的确就是有混打的情形，总共5例。那包括有在石冈、丰原、北屯、潭子、南屯都各自有1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台中市注射站无专门建立健保卡、插卡连线作业，以人工方式判别，确实有漏洞。主要的原因是在因为有一些大型的接种站或
这个在现场并没有把网路线把它建构好，这个台中市也有特别做说明。台中市卫生局请5个注射站试办健保卡查核系统，注射站依所定行规示范流程，医护人员爱心申请国家署锁定查询效号，提出的人的健保卡甲医术人员的卡插入读卡机，就会马上显示资料。必须要有2个卡片同时在手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办法登录上去查核这个民众大概在几月几号施打了什么样的疫苗，哪一个厂牌的，然后批号是几号。医师评估每一个报道的人查询时间会比平常时加2-3秒。台中市卫生局表示，昨日开始插卡系统就用全面上线，佮提醒民众，目前政府无开放做2支无同款的疫苗，若是治疗后造成不良效果，可能无法度得到预防注射受害救济给付。记者综合报道。在关心台北市的宽南市场，伫昨昏是做第3摆的 PCR 检测，这届时间针对重点的热区做体检。副市长黄珊珊嘛宣布讲，未来伫滨江、北龙、宽南这3个市场，会使用预防下的通行证，出入拢爱检查。打上排队排好势，宽南市场15即天由营政负责替大家做第3摆的 PCR 体检。但是这摆甲顶过无同，不是全市场的大拢来检验。因为上一次就是因为有验出3个，那从3个的热区再去筛，所以并不是全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中央一起讨论的结果。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会来筛，他如果可以的话，他下午傍晚就会给我们。那么今天做了1675个，我们再看看今天的效果怎么样，而且。我们疫苗，你知道理论上到今天应该开始发挥效果了。15嘛开始推测市场的通行证件，用悠游卡甲健保资料库连接，掌握每一个大体检加注疫苗的状况，嘛记录出入市场的时间。今天开始就会用刚刚会长手上的这个，这叫做疫苗通行证。就是将来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工作识别证一样，打过疫苗才能进来的这样的一个管制方式。黄珊珊讲，每一个市场条件拢无同，疫苗通行证件该看状况，才来决定是毋是全台北的市场拢要杀。即摆为滨江、北龙、宽南3个市场先推行。伊嘛表示，今仔日体检结果出来，若是一切无问题，宽南市场应该就安全啊。记者郭北光陈柏文台北报道。新北市昨昏伫邦桥甲新庄拢有新增加1个病例。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新增的这个个案是去互桃园的朋友回到的，相关的接触者6个人内底有2个人验出阳性。另外，新北市的家禽合作社嘛要进行第4届的 PCR 检测，有验到2个移工确诊。这2个移工是已经解除隔离，伫自主健康管理期间防验到。新北疫情转好，15虽然无法度延续零确诊，验过只增加2例确诊，分别伫邦桥甲新庄。市长侯友宜表示，拢掌握感染源，其中新庄个案和桃园确诊朋友感染已经通报桃园市。此案科内2名确诊者已经有4位进行 PCR 检测，2人阳性确诊。除了2个新庄的朋友感染，明天会出来以外，还有整个社区筛检站有1个，再加上移工有2个，所以我特别跟市民朋友报告，我明天最少会有5个。新北市府也要求5大拍卖市场保住疫苗的从业人员，定期做 PCR 才会当入场。此外，新北家禽合作社在是安排第4摆 PCR 体检，总计548人，有2名移工确诊是伫解隔离了后自主健康管理期间体检阳性确诊，所以16可能会出现增加5例确诊。验过感染源已经全部掌握。最近疫苗覆盖率引起讨论，副市长刘和仁就提起中央群体免疫才重要，而不是疫苗的统计。接种的人数达到全国人数的60%以上，至少60%以上才会达到所谓的集体免疫。新北市的旅游顺业汽车泰山服务厂爆出2名技师和来修车的确诊司机为着，市府要求业者全面体检，因为业者不配合，防客令停业2天。15批复营业126名员工 PCR 检测全部阴性。谢谢新北市政府、金花局、卫生局，还有泰山区，他们真的给我们很多的协助跟指导。说的真的，如果今天没有他们，我们可能没办法这么快的复工。希望能够及时提供平面配置图以及员工班表，
那这样的一个资料是有助于我们区公所所主政的精准疫调。业者清早可能有接触77名受车人客，新北市府派员到场检查复工了后的防疫措施，同时也要求业者20日分别去进行 PCR 检测。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早起7:05分，花莲又搁发生地震，这个规模是4.7。地震的中央伫花莲市，深度敢若6.8公里，上大震度是伫花莲市甲盐寮有4级。接来，咱来关心天气。今日高压向北边线向东边退，所以天气无啥稳定。中南部过到了后，西北风会真明显。咱来看云图。今日东半部水汽有较济，东半部甲恒春半岛不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伫过到了后，桃园以南对流会较旺，天气拢无稳定，高出现极端的天气，亲像是上大雨但雷公透强风。另外，即几天地震加上落雨，山区的土石有较松，较无瓦紧。中昼左右，伫花莲昌谷、也各有台北、新北、宜兰、台东，高温有机会会升到36度。另外，目前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关岛附近，即摆有一个较明显的热带系统，有机会会发展做风台。不过看起来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较详细，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日本媒体是报讲，日本政府打算修改莫德纳预防车注射年岁，从即卖的18岁以上放连到12岁以上就会使注射。这个计划按算7月19后礼拜1会提出来讨论，才对外报告。来关心联合报，为着对抗气候变迁、气候暖化，后面有提出真侪绿色的新政策。打算2023年要试行3年，要求进口的钢铁、阿鲁米、温土、肥料、电力产品，拢爱申报碳排放量。咱环保署是表示，咱台湾即马就要量早的修法，定出碳定价，因为无做已经袂用值。来看《中国时报》，财政部公布营业登记自治的统计，其中自治登记伫1楼的是占74.6%，比5当前减2%。财政部的官员即马是解释讲，因为1楼的租金有较贵，加上所谓转型，冒出现一寡新的行动办公室，拢互1楼的店面已经无用过遐尔啊加热。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14个本土病例，也有4个大病入境的案例，甲6个人死亡。针对预防社的登记平台，到昨下晡5点，已经有757万人去登记。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未来4礼拜拢会全部先做 AG 的预防社，那第3轮的登记时间是延到后礼拜1 7月19的中昼。新冠病毒本土疫情摆是19，新增加14例本土病例，以台北市9例上最，国内是桃园市3例，新北市2例，是3级警戒了，但是新增加病例数新低纪录。现在目前解除隔离的已经到12083位哈，那百分比是85.7%，持续是呈现这个病例一直是在一个趋缓的一个状况。另外，新增加6例死亡个案，拢有慢性病史，其中案5839是60几岁女性，5月底发病断医，要按 PCR 转做阴性就转到一般病房，因为并发症不幸死亡。案7825是70几岁女性，5月中发病断医，7月13不幸死亡，2个人拢无接触史，是感染源不明的个案。2位都是双北地区的民众了哈，那确实没有找到他跟某一个群聚或某一个特殊的事件有所关联哈，所以研判都还是社区感染。这礼拜开始第3轮自预防社议员登记，扩大范围，和18岁以上的民众拢会当上网登记。到摆是15下到5点，总共757万外人登记，这个人选莫德纳的占55%，选 AZ 的2.5%。2种拢会使42.3%。指挥中心讲，接落来4礼拜，暂时拢先提供 AZ 预防社。暂定未来的4周都是先提供 A 粒，那我们当然会依照疫苗进来到台湾的时间跟预约的状况等等会去做一些规划。因为疫情有较稳定，外界关心7月2日是毋是当做3级警戒降级。指挥中心强调，也是会观察相关措施执行的效果，也个相关场馆是毋是有做好防疫计划，拢会影响整体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89亿例，死亡人数是超过407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8病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346例。中国嘅病例有92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8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400万例，印度超过30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1900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530万例，法国超过589万例。镜头来澳洲，来关心澳洲的第2大城墨尔本疫情加悬。维多利亚省是宣布讲，对15饭店开始要实施5天临时封城，这嘛是墨尔本第5届封城。当地省长是表示讲，甘愿即马封5天，嘛无愿意未来5礼拜甚至5个月拢爱封锁。若是加上新南威尔斯省已经宣布讲要封城到7月30，目前全澳洲有4成的人口拢袂使出门。第二塔变种病毒伫咧澳洲传开，维多利亚省15新增加18例本土病例，包括2例北去球场看比赛，还有1人对雪梨来的半家居的工人。维多利亚省的省长紧急宣布，自15日半暝开始实施5天嘅临时封城措施。You only get one chance to go hard and go fast. If you wait, if you hesitate, if you doubt, then you will always be looking back wishing you had done more earlier. I am not prepared to avoid a 5-day lockdown now only to find ourselves in a 5-week or a 5-month lockdown. 这项决定和澳洲第2大城墨尔本实施第5遍的封锁。安杜鲁讲，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18位病例有16,000位接触者爱进行追踪甲检测。若是国家怎么就伫咧封锁的新南威尔斯省，澳洲至少1200万人，差不多40%的人口爱踮伫咧厝内防疫。So based on the fact that we had 28 people infectious in the community in the last 24 hours, I am predicting we will have higher case numbers tomorrow. So we are in a stage now of stabilising, but we want to do better than that to get out of the lockdown. We need to do better than that to get out of the lockdown. We need to see a decline. 澳洲第1大城雪梨是这波疫情的热点，目前正伫咧封城的第4礼拜。雪梨政府讲，当地疫情已经稳定，伫过去24点钟过新增加65例确诊，严过会搁再封锁2礼拜，将所有社区的感染源拢消毒。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辑。7月14是法国的国庆，因的政府有举办庆祝活动，民众嘛有人出来抗议，因为法国政府8月份的时打算要推行健康的通行证，就是讲有做过预防针的人，也是体检是阴性的人，才有法度出入一寡场所。有人认为政府安尼是限制人民的自由，真不满出来抗议。另外，伫希腊嘛有民众反对自预防针出来抗议。陆海空三军通过巴黎凯旋门游行向下大道。去年因为疫情取消的国庆日阅兵大典倒来啊，解放的时阵面临变种病毒入侵，法国当局也是非常的细致。参观阅兵的民众拢爱提出完整注射疫苗、体检阴性，也是感染了后康复的证明。这个所讲的健康通行证的防疫措施，后个月开始都爱全面实施。到时阵无论伫外口食饭、啉咖啡、买物件、看电影、坐飞机、坐火车拢用。对，互一寡真爱自由法国人感觉真不满。国庆日即天，全国各地拢出现反对甲抗争的行动。Je suis résolument contre le pass sanitaire. Parce que je trouve ridicule de se faire piquer pour aller prendre un café en terrasse, pour prendre un train, enfin voilà, enfin je trouve ça affolant. Aujourd'hui, moi j'ai choisi de manifester aujourd'hui pour lutter contre le pass sanitaire, qui est juste une mesure complètement antidémocratique, complètement arbitraire. Voilà, je trouve qu'on va, en ce moment, on va de plus en plus vers une dictature. 这上期的示威者杀到粪扫桶，甲警察弹物件，互人用催泪瓦斯赶走，场面冲突失控。目前全法国差不多4成的人已经完全注射，不过速度是对着热天要解封有较慢。健康通行证措施公布了后，虽然已有注射的人大大增加，不过反对的民众嘛强硬唔配合。
镜头转来看希腊，当地新增加染疫人数激增，达到4月以来新高。政府下令对医护甲安养院的员工强制注疫苗，无遵守的人会面临无薪假。未来餐饮店来食，敢若开放完全有住的人。15开始，15岁以上的青少年原来会当伫父母同意来注疫苗。13雅典国会外出现一波5000人反对示威疫苗注射，不过民调是讲，大部分的希腊人是愿意注疫苗，真侪人同意某一寡职业类别应该强制爱注。目前全国完全住的人是差不多占4成。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另外，嘛是反对限制自由，这是伫西班牙。西班牙的法院即马是判决讲，因的政府伫去年疫情期间实施封城是违反宪法的，是认为讲政府嘛应该先通过国会批准，才有权利限制民众的自由。西班牙宪法法院10时以6票赞成、5票反对，判决政府去年实施的居家禁足令违宪。2020年3月14日，总理桑切斯宣布3个月的紧急状态，防疫考量会当暂时限制人民的行动等自由。极右派的政党 Vox 对这件代志提出告诉。宪法法院同意 Vox 的讲法，认为政府限制人民行动必须要通过比紧急状态更较高级别的例外状态，并经过国会的批准，才会当来实施。这个判决属于当时因为违反禁足令，予人罚款的民众，罚单可能会当撤销。El govern de la Generalitat, després de parlar amb el món municipal, ha pres la decisió de decretar un confinament nocturn de la 1 de la matinada a les 6 del matí per a aquells municipis de més de 5.000 habitants on més impacte està tenint la Covid-19。疫情发生以来，西班牙累计已经超过400万例确诊，这泰隆尼亚是目前确诊率上悬的所在。尤其是少年人，根据发生社20至29岁的族群，每10万人就有3311个人感染着。为了防止Delta变种病毒传开，加泰隆尼亚政府宣布会针对实施7天的宵禁，不过也必须要得到法院的批准。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该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国会昨昏通过一项对抗中国的法案，要针对咱台湾驻美国的代表处正名，针对这个议题要开始协商，嘛要支持咱台湾参与国际社会。海地总统丁吉大洪气势死亡，受当伤的第一夫人伫昨昏是头摆公开家己伫病床的相片，嘛向医护人员说道谢。来关心日本东京奥运外国选手，即马又搁传出新增加一个人确诊，不过并无公布是倒一个国家的选手。另外，巴西对大日本饭店内底嘛传出有群聚感染，已经有8个人体检出阳性。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14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075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包括新北市有6679例，台北市有4711例，超过2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是740例，苗栗548例，基隆309例，彰化269例，伫台中是204例。另外，昨昏有新增加6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346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075例，这个数字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统计。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台北市。伫台北市昨昏是新增加9个本土病例。市长郭文铁是表示，为着要甲疫情压落来，会透过电信系统监视器，要加强去调查，甚至嘛有可能会去地下水道来采样，要找出感染源。若市府昨昏嘛有公布2个确诊者的活动行踪，因拢捌去过大卖场。台北市15增加9个确诊案例，原体表示最近确诊人数拢伫9到10人，要想办法降低数字。不管从监视器的、电信足迹的还有到下水道，你知道去做那个病毒 RNA 的检测，你知道透过很多方法，你知道才能够把1-2个潜伏的感染者找出来。台南市长15早起继续第3礼拜大规模批下检测，中昼12点半左右完成体检，1675人。继续开始启用路卡感染系统，用台北通 App 下载悠游卡，连接中央健保系统，确认是不是完成注疫苗或者是批下阴性等个人资料了后，才能进出。
也因为台北通 App 已经甲中央疫苗有药平台连线，会用登记疫苗。因为它已经是实名制，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唐凤的预约系统上面，你知道哈，然后我们用台北通，你知道去把它间接。另外，也公布两个确诊行踪，英俄数字数，7到11出入内湖大卖场好事多甲IKEA，12去过全联内湖安康店。英俄数字6，因为先生确诊，旧家隔离13确诊，7到8捌伫全联西门町上班，7到7 2天中途捌去广州街的机车行。除了去看车子之外，还跟老板聊天，的确有好像没有戴口罩的状况，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会有一般民众也在这边接触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台中高雄出现有人闯关，想要做 AZ 加莫德纳疫苗，台北市也出现同款的情形，拢被系统发现动落来。我们没有接受第2剂的预约。第二个呢，政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开放混打，所以最后我们就这个没有让他接种。台北市幼稚园教保证官10时已经完成做疫苗，高中职以下教师差不多33000人，按算伫19开始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那桃园昨昏是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其中有2例是进前为着病患温司机的阿兄甲囡仔，这个家族即马已经有4个人确诊。市政府是表示，下体会运行的人员也有病例，这个病人住在社区，做伙拢爱做采检。桃市15增加3例，指数台北市3例的年纪是伫无90岁到30多岁，分别住伫中立甲罗德区，拢是伫厝隔离时采检确诊，其中2例婴儿444甲婴儿445例是快递公司员工的阿兄甲后生，一家伙累积4个人确诊。虽然员工甲阿兄无住做伙，也毋过住共社区。这个社区有62人爱采检，包括隔一条巷仔有往来亲戚。这个采检工作62人，那有的今天在上班，我们会继续安排扩大采检，那务必使这个家庭的这个感染事件可以得到控制。这名快递公司员工的这场也考虑59人采检，有结果15暗出来。市长陈文灿表示，疫情伫咧收尾，也毋过还未清零，所以对于检测个案爱具标准追踪。针对华都感染事件，近距离接触者143人，也会个进行检测。预定快筛1次以后，还会进行第2次的 PCR， 那务必使这个华厨的这个确诊事件能够迈向清零。目前桃市全市疫苗覆盖率超过19%。市长陈文灿伫下昼记者会表示，有信心会当伫7月底进前达到注射率25%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老师是排伫注意风险第7类的对象，也毋过甲呾真侪人拢还未注着预防险。毋过传出讲，伫屏东已经先互高中以下老师会使大声注预防险，这是引起其他县市的老师真不满。县长潘明安是表示讲，因为伫屏东有收到一批预防险，临时决定讲要先互老师来做，无张题来引起这阵风波，嘛向外界回实的。疫情严重，全台湾各地的疫苗预防注射也持续进行。不过，基层教师是反映，明明排伫第7类，甲即马也注无疫苗。第8、第9、第10顺位的一些民众，其实他们都已经开始施打。日程的话，应该是说往前推14天，老师们就要先施打完疫苗。因为你如果说没有施打疫苗，就叫老师回学校，那其实对老师本身是一个风险。国小老师的这部分的确是属于是第7类哈。但是目前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那教育部正在这收集这个名册，还有这一个施打地点的一些规划。只不过屏东县第15替高中以下的老师注射，又搁引起县市无共做法的讨论。县长潘明安是讲，是收到半型予屏东的疫苗，因为爱伫个新制实施前做完，所以临时决定予注册老师先做。对决策造成风波，表示会担起责任，也向外界回实的。不过老师因为疫情所产生的困扰，毋是一届，有一寡县市的教师争取拢宣布停办。你没有考教甄，就不会有正式的老师进来啊，所以到时候还是只是开代理缺啊。代理老师的部分，现场的一个稳定性的部分，当然会有所差别。那以代理老师的权益来讲的话，当然他准备了1年，希望说今年有机会成为正式老师，他就落空了。
专告总指出，为了避免各县市的人来来去去，确实有袂少县市停办教师争取。不过停办除了会影响学生囡仔受教权，也对老师的工作权造成一定的冲击。尤其是代理老师，即马想要变做正式的老师，敢若会当等后一届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共款伫屏东来看，正落这个观光景点昆定夜市啊，伫今日下暗要进行未解封，要试营运3天。已经有新进行防疫演练，一切实验者磅体温，而且1公里内敢若限制200担出来摆档，人流嘛管控伫1000人以下。若台南的夜市啊，是有条件放零了后，日头传出违规。若武胜夜市啊嘛共款，所以即马拢互市府依法开罚单。袂当排啊，无通宣导，讲看是爱落业爱申请。反而对于警方局人员大声埋怨，14暗台南安定区保安宫前的夜市明明复业申请也咧审查，却有反而偷走来摆档，恐惊面临真悬的罚款。他有提出申请程序，但是这部分来讲好像还没有审定通过，是罚6万到30万不等。市区的武胜夜市虽然管委会有规划单一出入口，采实验者也要求反而遵守3大一套的规定，不过有反而违规烫嘴暗。每个摊位前面要放置 QR code。跟这个3罩1套，那至于这个面罩、遮罩的话，我们还会再跟摊商讨论。台南夜市有条件小可解封，这几天却一直出现违规状况。屏东昆定大街反而是其他各烦恼，15透早进行防疫浮现，反而南河将打回39定点控好势，游出1.5公尺距离，准备迎接16暗起为期3天试营运。我们前后都会有人员在控管。到了一定人数，我们会请客人稍后，请你们稍后再进入。有人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会让客人再进来。全部外带不能边走边吃，并且戴好口罩，还有做好相关的一个实联制跟防疫的一个动作。展长大约1公里的欢乐区管制伫200担以内，只留南北2个出入口。出入爱让体温实验者人流，也爱控制伫1000人以下。官府甲管委会表示，会用上关规格检视夜市，试营运的3天无符合防疫规定，后礼拜一检讨的时阵就会罚停。记者综合报道。平阳县政府是宣布讲，因抑阁有剩4000多档预防车，所以全要开放予18岁以上的民众去登记。想袂到卫生所的电话是去互民众卡甲歹去，甚至更有人是冲到现场去排队，因为乱吵吵嘛引起民众的不满。正长的人阵出现伫卫生所头前，排挖近10公里长，烦恼群聚，所以警方赶到现场维持秩序，都惊民众无保持安全距离。排到伊尔，后边卖个排啊！你是第几位啊？我最后一名。那我们今天只是预约后补哈。平阳县因为春来这疫苗还有4000多支，15开始开放18至49岁民众预约注射，疫苗种类无限，不过这个年龄层的民众，当地估算有5万人，大家拢想要注疫苗的情况下，接受预约的卫生所电话一直占线，互民众着急甲直接到卫生所头前去排队预约。电话在没有打进来就是接通的情况之下，有些民众是直接到卫生所来排队来预约。规定人排伫遐，惊有群聚的危险，互部分民众不满政府的好意，因为无好法规划正乱，要赛事向民众伫县政府的面册讲，互人通知疫苗无确定什么时阵到，也无一定注意到规期卖开放预约。不过县政府是讲，是当地卫生所主管的认知甲县政府无共，已经受理民众预约。另即届4000支的疫苗，县政府也伫面册公告，已经伫15早起11点全部预约完。记者综合报道。南部前一阵落大雨，屏东9座的泥网嘛咧并采收，造成泥网产量上济。农会即马是赶紧出面收泥网，希望帮助农民和泥网的计数卖帮盘。屏东9座的泥网长咧大出，最近所搬上化价1斤6块，要甲农民收购泥网，和顶个月1斤30块的行情相比，实在差上济。农会正为着卖互泥网的计数帮盘，决定出面收购。我们现在收购的价格是每一台斤10块钱，我们在积极来找通路，来把我们优质的九如柠檬行销出去。前一阵连续几若天拢上大雨，侪农民拼采收，地区柠檬的产量上过济。农会即马用1斤10块计数收购200公吨的柠檬，除了拼销路，农民也希望计数会当划好条。我甲农会签约是稳定市场啊，市场计数稳定啊，
啊，袂讲互一寡生意人垄断啊。就是要卖看较好价，价钱莫要帮伊无啊。产量变多，搬商甲合作社收购价销也变低。官府表示，一定会维护农民的权益，也会透过农会系统，甲高品质的救助联盟行销予全台湾。记者综合报道。中华交友大楼发生火灾，造成消防人员单指还损失。昨昏是举办告别式，消防署是交防一组分队长，伊的灵车嘛特别设消防局接受董事列队致意，烧送消息。6月30日，彰化市交友大楼火灾，损失的消防员陈志环15日天举办队史告别式，由内政部长徐国勇颁发保养令，消防署长陈文良、团长王惠美分别颁授消防楷模参分队长的晋升令。典礼结束，灵车为殡仪馆出发，经过消防局的时，警义小同事也列队致敬，送陈志环最后一程。目前交友大楼火灾案件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陈志环家属希望赶紧查明真相，给因一个交代。到现在我都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呢，他们都只有随便说一说而已啊。我们的诉求还是很简单，希望真相是透明公开的。那另外，我们希望是可以立碑。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参陈志环的家属也伫网络发起成立工会的联署活动，好保受到职业安全保障的消防员，行好争取安全友善的工作环境。公务体系内长期缺乏消防员或者是所有公务员表达他们集体的劳动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组织工会，能够让消防员有自救的权利，来对等的跟政府来讨论说，劳动上的待遇、业务的减少，是能够透过劳动三权来保障的。朱立武也呼吁政府爱重视消防人力无够的问题，消防业务应该专职负责，降低工作风险，卖予损失的消防员白白牺牲。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去高雄。高雄热门的金钟艺术团是伫1995年成立的，是咱台湾真出名的表演艺术团体。最近这几年，这个团体嘛，甲咱台湾的传统技艺介介互国际上大家知影。虽讲受疫情影响，有减少演出，也毋过因并无休困，同款正拍拼伫练习。公司青春咱的网节目，伫明仔下午7点半要带乡亲，咱来看因的故事。成立伫高雄内门的金钟艺术团，是在地囡仔帮助因创立的顶头团体。因常在伫庙会庆典来表演，团员上济时期有到200多人，嘛有照顾过单亲甲隔代教养的囡仔。这20多年来是拢毋捌停过。你会感觉讲啊，这个文化咱就是一个传承，这个传承的部分一定要奉献足些时间，包括要照顾这的单亲隔代、高中生、大学生伊的迄个技艺来做产学合作做学校社团来训练。我是国3下学期，差不多14岁，因为我是去社会局转介，因为我来来去去，我换过这个所在换到最后，这是我最后一个所在。艺术团平均一年大大小小有500场的演出，这嘛是维持团员生活主要的收入。不过2020年的年初，对外国疫情爆发开始，有4-5个月的时间无活动通好接，团部的营运是真做真大的问题。咱讲一个较现实就是钱啦，甲人的问题啦，要安怎互伊为卖向变做足厉害，每一个人位置爱放伫倒位，咱拢已经足了解啊。问题就是讲，咱爱经费。虽然经费欠缺，所有的表演嘛拢暂时冻点。不过团长对演出的细节并无放零，团员也是照起工伫训练。希望讲疫情以后，大家拢过平安我希望佮甲咱的顶头、咱的北家长，甚至咱的观众秀，咱的中规定会当传遍，就是咱的世界，去搁较侪国家，表演互国外人看。疫情当地的滚价。台湾各行各业拢受到真大影响，艺术团爱安怎伫困境当中找到出路？团长帮助因用伊的热情持续累积能量，等待疫情过了后，搁一届互全世界看到台湾的水。记者罗敏珠、连新维高雄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根据英国
公布上新的旅游警示名单，咱台湾已经互英国放入去安全名单、青色的名单内底。上紧7月19，咱台湾旅客去英国佚佗，入境英国会使唔免隔离。英国嘛5万19会当解除封锁，也毋过这2个礼拜，英国的确定病例有咧增加，已经超过4万人。伫英国伦敦，车来去，大部分的人也拢无挂齿阿妈。英国首相 Johnson 打算7月19解除封锁，不过其实当局政府早伫咧5月中旬就已经重新启动国际旅游。最近台湾的疫情有转好，英国政府伫咧14公布上新的旅游警示名单，台湾原本是黄色名单，即马转做绿色观察名单。台湾旅客对7月19开始入境英国就唔免隔离。这届同款列伫咧绿色观察名单，除了台湾，也有克罗埃西亚、香港甲保加利亚是放伫咧绿色名单内底。也若根据英国政府规定，对绿色名单出发的旅客，到当地简单需要有出发前2天的 PCR 阴性报告，免隔离检疫。不过，国内旅行社表示，最近台湾飞欧洲的飞轮机票并无增加。有来订票的大部分拢是去美国，还是去中国大陆。去欧洲的部分即马占比可能10%左右吧。那英国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算是非常的高的一个阶段，所以它就算是解封，目前的预估虽然说病例数会上去，但是疫苗对于住院以及死亡有很好的压制效果。医师表示，英国疫苗涵盖率已经要7成，不过英国要拼解除封锁，14这天就超过4万人确诊，49个人死亡，是这半冬来高一日上最的纪录。记者民警林学凯台北报道。劳动部伫去年有推出青年就业金的措施，鼓励少年家爱稳定就业。就是讲，毕业了后，伫同一间公司食头路满一段时间，就通领上济3万块的津贴。也毋过有民众是向立委陈情，讲伫做实上班的期间，在中午有收到政府的兵单，转去做兵，却无法度领到这条钱，要求即马立委是要求劳动部爱检讨。去年劳动部推动青年就业奖励计划，只要去年初到迄阵到月底做工课满3个月至半冬的青少年，就通领到上济3万的补助。但是有迄阵毕业就要马上爱做兵的青年，定情感觉权利，互政府提走。我们6月份毕业的根本找不到工作，因为我们接着就要当兵，我们顶多就是做兼职，110年计划。然后我们也是被排除在外，我们整个同梯的都超不爽。虽然劳动部伫今年新推出青年达值好评计划，已经有甲进前拄着做兵今年退伍的青年考虑在内，但是立委有关认为，除了找无头路的，嘛爱甲去年权益有受影响的回算在内，才公平。希望能够呢把109年6月毕业的役男，他也就直接纳入这个110年青年就业的奖励计划当中。青年职好评计划的这个是不是可以把它往后展延？就是在110年6月30号以后退伍的役男，他也可以这个申请。劳动部劳法署表示，假使去年做兵了后，到达拢因无头路的，因会透过计划协助就业，领取津贴。毋过，若已经找有工课的，可能伫其他部会拢有补助，内补偿较无可能。但是嘛，会甲内部讨论这意见。记者陈亚文就随采访报道。日本是咱台湾的鳗鱼外销重要的国家，不过今年受疫情的影响，加上国际上货运有变较贵，所以咱台湾的这鳗鱼销路就变较歹。即马渔民是望咱国内乡亲会当来斗交关。甲饲料倒入去，窟窿内底的鳗真紧就挖过来。外人讲，今年因为外销去日本的量较少，国内目前的鳗品质都袂歹。日本那边反而需求量变成说，他们自己养就自己足够了所以说今年台湾，所以说他们没有说订单，可能就觉得说可能需求量比较没那么大。嘉义县鳗的养殖面积有41公顷，今年的产量有130多吨。为了减少疫情对鳗鱼销路的影响，嘉义县政府把鳗鱼加入水产品多元开发利用计划当中。希望协助鳗农开发新的国内市场。我们也成立了一些直购的贩卖区在我们的县府的脸书上面还是说透过电商平台等等来协助我们的鳗农。鳗农表示，鳗鱼外销的问题，除了目前疫情的影响，其实未来嘛阁会有中国迄边介绍的竞争。
希望趁这届机会推广国内市场，增加民众食糜的习惯。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镜头来国外，来关心伫巴基斯坦有一种真残忍的恶路，就是甲熊用铁链绑起来了后，再搁放狗仔去甲踏。虽讲官方早就禁止这款行为，也毋过即马是转做地下活动。有一只4个月大细只乌熊险险啊受害，好佳在互救出来。一只4个月大的乌熊大埔，用后脚徛起来，算头壳顶的树枝，一个嘴鼻也是特别传互伊耍水的。大埔即马走起来真紧，身体真健康。甲伊拄则互人送来巴基斯坦北部伊斯兰马巴德这个保育中心时阵差真多。He was a little baby bear that was stolen from his mother. In fact, his mother was murdered. We heard that the incident happened in Azad Kashmir near the line of control. And the poachers picked him up, put him in a little sack, and then he hadn't even opened his eyes as yet. 保育人员讲，大埔拄送来时阵才2个月，正爱摸牛奶敢若啉牛奶，不过迄当阵真瘦，耳孔感染，抑个皮肤病，看起来真可怜。到来者甲伊的老母抬死了，准备要甲伊送去斗熊。斗熊是一种源自英国的残忍的恶路。表演进前，会甲熊喙内尖喙齿挽掉，2个鼻孔中装一个铁箍。指甲了也该磨皮，大部的鱼仔甚至也互人挂掉。斗熊时阵会用铁链或者是锁啊，甲熊绑掉的，放狗来攻击。若熊倒伫咧涂骹就算输。这种残忍的活动早就被禁止，不过私底下也是有人伫咧做。好佳在大埔被救出送到保育中心。को हम खुराक पहले छोटी-छोटी करके काट के फ्रूट सब्जी कोई भी खुराक हम फीड जब करते थे काट के करते थे तो अभी आहिस्ता आहिस्ता जैसे जैसे बड़ा हो रहा है इसको उस माहौल में लेके जा रहे हैं कि अपने माहौल की तरह ये खुद फीड तलाश करे और पूरी जो है ना उसको एटम कोई भी एटम है एप्पल है तो वो पूरा डाल लेंगे बनाना है वो पूरा डालेंगे कोई भी एटम है सब्ज़ी में है तो वो पूरी हम डालते हैं ताकि ये खुद उसको पिक करे और खुद उसको खाए चीर फाड़ करे उसकी खुद खाए वो。动保人员讲，大埔怎啊身体状况袂歹，正一个训练伊踮野外生存的能力，但伊大到1岁时阵就准备要互伊回归大自然，登到克什米尔的自然栖地。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镜头来杜拜，杜拜即马又搁加一项全世界排第1的纪录，即届是引起一个深度有60公尺深的畅水游泳池，而且即个游泳池上大特色是水底就若亲像一座城市，因为内底有跑车、有浪球、有西洋棋，游客当哪畅水哪耍。清河畅水装备畅落水底，竟然看到一座大型的图书馆。这个水中世界是杜拜最近新开的一座畅水池。这座畅水池最近获真侪国际媒体报道，因为伊的深度有到60公尺，超过波兰畅水池45公尺的世界纪录。要甲规个池做满，水就要1400万公升，等于是6座奥运规格游泳池。也毋过设计者讲，上大的特色是伫个水内面建造一座城市。It's themed as a sunken city, which is fascinating for divers, free divers, and scuba divers to explore. 设计者用山洞加破损的表面建造无同的空间，伫内面畅水当看到各种无同的风景。除了敢若有囡仔画过饼、试过伫咧弹的树棍，以摧残破坏圆门，互人想要入去耍的游戏间，甚至也有变数。It's appointed with all the latest technology, 56 underwater cameras served up to the surface deck and a dive safety station, sound speakers down to 15 meters. We have lights throughout, more than 150 lights throughout, and the ability to control mood by closing out shutters and blacking out the facility and then adjusting the light intensities throughout the facility. 各种设计，互畅水游客伫咧水内面想要骑乌托拜、行棋，甚至行啉一杯下斗茶拢会当。这座畅水池初七正式开幕，也毋过即马是邀请制，到7月底才对外开放有效。想要来体验，也该等一下。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大人甲囡仔拢真介意耍的LEGO，即塑胶夹夹，即马当地研发，想要用回收的塑胶料来做新的佚佗物仔，按算是1档半到2档之间，就要推出这款环保的塑胶夹夹，要展现因对环境的友善。用一对一对乐高积木贴做大型的恐龙、海贼船，也有乐团，大人囡仔看到拢真喜意。
也毋过，即寡塑胶做的乐高积木也互人批评无环保。即嘛，丹麦乐高集团要解决这个问题。We want to be a responsible user of plastic. We understand the concern that both children and adults have of plastic out there in the world, and certainly plastic in landfill or in the environment. And we believe that recycled material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address that. 乐高伫咧过去每年用10吨的塑胶原料生产产品，对环境造成正大负担。业者伫咧6月底宣布，正伫咧研发绿色的积木，按算18到24个月内开始销售。这种环保积木的材料来自塑胶干仔回收的塑胶料，一寡塑胶干仔拢是欧美认证会当装饮料的塑胶材料。If you're going to drink a fizzy drink or a bottle of water out of that, then it says something about the safety and the quality of the material for use. 其实乐高伫咧2018年就发现甘蔗所做的生物聚乙烯来做玩具内面较软的部分，譬如讲树下，因过因为无够定，无法度做做积木。这种新研发出来环保积木定度有够，因过色彩甲结合度也怪改良。即嘛1公升的塑胶干仔，大概会当做出10块标准大小乐高积木。乐高伫去年宣布，3年内要开4亿美金投资环保材料，10年内用绿色积木取代传统的塑胶积木。希望未来大人囡仔伫咧耍乐高的时阵，会当耍了欢喜，搁环保。公司新闻是阮林编辑。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外岛是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